总统大选已经结束啊！这个副总统赖清德甲伊的副手萧美琴昨暝设宴款待这东港。事后呢，萧美琴今日面册抛出伊甲赖清德做一只鸡仔饼的相片。赖清德嘛伫社群软体写文章讲，报告总统，甲你比起来，我赢伫起跑点，因为我的副手副总统比你的较好。因为安尼一个写。这个蔡英文甲萧美琴拢有回应。除了这以外，行政长陈建仁依照现前的惯例，率内阁总辞，因过被慰留，估计伫5月16总辞了，才会翕这个毕业相片。开始征询内阁人选了吗？含东港一饭，副总统赖清德甲记者下手小接碰，就算对所落来内阁人选谨慎无加控，不过人看起来心情袂歹。副手萧美琴嘛出现。食饭饱，萧美琴嘛伫咧面册抛出含赖清德翕相，当做食鸡仔片。除了伫咧面册抛文，赖清德、萧美琴甲总统蔡英文三个人嘛伫咧社群媒体空中交流。赖清德讲，报告总统，甲你比起来，我赢伫咧起跑点，因为我的副总统比你更较好。萧美琴就随伫咧下底回应，讲你选电话或者是狗话。总统蔡英文嘛回讲，咱两间讲拢真袂歹。另外一边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就伫咧18号议会依照宪法惯例提出内阁总辞。我已经向蔡总统请辞，自去年1月31日，我衔蔡总统之命担任行政院院长，至今已将近1年。感谢我们所有行政团队以担任公仆、服务人民的精神，通力合作。根据了解，陈建仁已经伫咧13号选举结果出来，就甲蔡总统请辞，不过得到总统会后，也就是讲，所落来内阁会做到5日空，卖伫咧5月16上尾一摆宴会翕毕业相片，代表工会正式做到困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